繼續來看台北市信義區一間密室逃脫這個遊戲店，有一個女員工扮作釣島鬼，鎖互鎖啊，算甲死死混混去。目前也佇咧家戶病房咧觀察。警方初步調查，排除外力來介入。家屬是質疑店家安全的措施做了無好勢，已經提出着告訴。這裡嗎？那下面是這裡是密室逃脫，然後我們有一個好，沒關係。員警到現場，有真儕人客佇入口所在伫等，員工真緊張，請員警到地下室看賣，原來有員工分別送醫。無偌久，這個店鐵門就拖落來，暫停營業，內底也有員工。7點半來的時候就在那邊等了，然後8點推出來的，我就是要嚇人，結果不小心卡住這樣。後面一直有路上警車經過，這樣。代志發生伫昨暝7點外，台北市信義區尚德路一間巷底密室逃脫。這邊真的是個非常不吉利的地方。網絡的宣傳片，這個主題場景就是女員工發生意外的所在。29月姓吳的女員工佇其中一個主題，假釣島的女鬼，鎖下骹有25分到30公分的軟珠啊，伊跪佇這個軟珠啊頂，差不多過25分鐘。其他員工聯絡袂到人，入去看發現講，伊已經無開案。不知道為什麼進來這整間之後，我起了全身雞皮疙瘩。就是反正下差不多之後，他就開始表演上吊，然後這個場景就結束，再轉到下一個場景。我覺得3到10萬頂多了，頂多1分鐘內。家屬代為對業者提出過失傷害及過失致重傷害告訴，本分局業已通知公司代表人吳男、黃男到場訊問完竣。除了女員工的家屬質疑這間店的安全設備，這間密室逃脫的公司定期的戲曲項目嘛無互動式的情景。做完筆錄了後，警方函送偵辦，針對這點，路檢處嘛會進行調查，避免佫發生類似的意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